大家好，我係豬媽，歡迎收聽收睇豬媽頻道。各位觀眾大家好，今日同大家傾一單近期轟動全港、睇到人心寒又暖心嘅真實事件。呢件事完全講緊人性嘅善惡對比，一邊一心諗住呃伯伯200萬物業寄陳太，另一邊係不求回報、仗義執言嘅法律良心，被全港網民盛讚為東張包青天。相信有追開東張西望嘅街坊都知，呢個節目多年來專門跟進基層困境、弱勢被欺、無良騙案，幫好多普通市民討回公道。而節目背後一直有一位御用法律顧問默默撐場，佢就係陸偉雄大律師。唔同其他收費高昂、只為金主服務嘅法律人士，陸大狀多年如一日，堅持義務幫助基層街坊拆解法律陷阱、解答疑難、跟進冤屈個案，從來唔計較回報，只為守住社會最後嘅公道同正義。今次引爆全港熱議嘅就係坪洲發生嘅送飯氹層樓慘案。故事主角係一位已經91歲高齡嘅吳伯伯，居住坪洲多年，近年妻子離世，晚年無人在側，生活清靜亦孤單。對於老人家而言，晚年最渴望嘅從來唔係大富大貴，只係有人關心、有人問候，生病有人照顧，三餐有人打理。正正係呢份簡單嘅期盼，令吳伯伯輕信咗身邊人嘅甜言蜜語，最終跌入精心佈局嘅圈套，差點淪為晚年無家可歸、一無所有嘅凄慘下場。事件嘅源頭要由幾年前開始講起。吳伯伯與妻子在坪洲相依為命，因健康問題開始接受社福機構的送飯服務，而負責送飯的陳太正好住在他們隔離。陳太對兩老噓寒問暖，建立了良好的鄰里關係。直至在2016年，吳伯伯因感冒菌上腦，半夜跌倒，其妻子去隔離求助，陳太幫忙按平安鐘叫救護車，自此被吳伯伯視為救命恩人。老人家嘅思想最樸實，你對我好一分，我就想回報你10分。吳伯伯眼見陳太日日勞心勞力照顧自己，心裏滿懷感激，覺得遇到咁好心嘅鄰居係自己晚年最大嘅福氣。加上陳太不斷向伯伯許下諾言，聲言會一直陪伴伯伯，悉心照料佢嘅起居飲食，為伯伯養老送終，絕對唔會半途而廢。為咗答謝陳太嘅悉心照顧，亦都係為咗換取一份穩妥嘅晚年保障，單純嘅吳伯伯決定將自己名下唯一嘅物業無償轉讓俾陳太。呢層位於坪洲嘅物業市場價值高達200萬港幣，係吳伯伯一生打拼落嚟嘅畢生積蓄，亦是佢晚年唯一嘅依靠同安身之所。當時雙方辦理業權轉讓手續，簽署咗一份長達70幾頁嘅正式文件。當時嘅吳伯伯年事已高，對法律條文一竅不通，加上全然信任對方，從來冇諗過要仔細審視合約細節，更加冇諗過身邊呢個日日為自己送飯、嘴裏滿是關懷嘅人會暗藏私心，設下陷阱。伯伯單純以為自己將樓送俾對方，換來嘅必然係終老嘅安穩，雙方口頭承諾一定作數。誰知人心隔肚皮，世事最難測嘅就係人心。當業權正式完成轉讓，樓宇徹底落入陳太名下之後，一切溫情假象即刻撕破，態度180度大轉變。曾經日日送飯、噓寒問暖嘅陳太，慢慢疏遠吳伯伯，昔日嘅悉心照料不見蹤影，最後索性完全唔再打理伯伯嘅生活，將年邁體弱、失去依靠嘅吳伯伯置之不顧。最殘忍嘅係，陳太奪走200萬物業之後，徹底違背當初養老送終、陪伴終老嘅口頭承諾。白白咗利用咗老人家嘅善心同信任，騙走畢生積蓄之後，就即刻翻臉無情。可憐91歲嘅吳伯伯，瞬間變成無依無靠、幾近無家可歸，辛苦一世得來嘅物業，就咁被人用溫情套路輕易騙走。過去整整3個月時間，吳伯伯同身邊親友飽受煎熬，眼見無良陳太食水之味，佔有物業仲毫無愧色，一家人四處求助，到處奔波，嘗試透過各種方式討回公道，卻處處碰壁，求助無門。面對專業嘅法律程序、滴水不漏嘅轉讓文件，普通人根本無從入手，只能眼白白睇住老人家嘅血汗物業被人非法佔有，全家人陷入極度無助同絕望嘅境地。走投無路之下，吳伯伯嘅親友
唯有向東張西望求助，希望節目團隊可以介入幫忙，為年邁長者討回公道。一向熱心幫助基層、揭露不公事件嘅東張西望，收到求助之後即刻高度重視，第一時間啟動跟進，並即刻隔離御用法律顧問陸偉雄大律師，專門拆解呢單棘手嘅樓宇業權糾紛。陸大狀向來最痛恨呢種欺壓長者、剝削弱勢嘅無良行為。得知91歲伯伯凄慘遭遇之後，即刻放下手頭工作，義務接手呢單個案，分文不收，全心全力為伯伯討回公道。接手案件之後，陸偉雄大律師做嘅第一件事就係逐字逐句認真審視呢份長達70幾頁嘅業權轉讓合約。一般人睇口文件只會頭暈眼花，草草略過，但陸大狀憑住專業嘅法律知識同豐富嘅經驗，很快就一針見血。出呢份合約最大嘅漏洞，亦都係陳太精心設下嘅圈套。陸大狀明確指出，呢份正式嘅法律轉讓文件入面，條文密密麻麻，規範詳盡，但通篇睇落，完全冇任何一條條款寫明陳太需要負責照顧吳伯伯，保障伯伯可以喺物業度安住終老。簡單嚟講，雙方當初講好嘅送樓換養老、陪伴到終老嘅約定，只係口頭承諾，從來冇落實喺法律文件之上。法律只認正式合約條文，唔認口頭約定。呢就意味住，從法律層面嚟睇，吳伯伯係自願無償轉讓物業，而陳太並無任何法律責任需要照顧伯伯。呢個發現亦都徹底解開咗大家嘅疑惑，點解陳太可以咁肆無忌憚、翻臉無情？因為佢一早就算盡一切，利用老人家對法律嘅無知、對人心嘅信任，用空口白話換走價值200萬嘅物業，仲令伯伯求助無門、投訴無據。好多網民睇到呢度都怒火中燒，直言呢種行為根本係變相騙案，利用長者嘅善良同無知，謀取不義之財，手段陰毒，人心涼薄，實在令人齒冷。查出合約漏洞之後，陸偉雄大律師並冇就此止步，佢深知呢件事嘅核心唔係冰冷嘅法律條文，而係一位91歲長者嘅晚年安穩。眼見伯伯因為呢件事鬱鬱寡歡，身心受創，甚至一度入住醫院，陸大狀決定親自出馬，深入前線幫助弱勢。為咗近距離了解吳伯伯嘅精神狀態，還原當時事件真相，收集關鍵證據，陸偉雄大律師專程抽空直奔醫院，親自探望住院嘅吳伯伯。今次醫院探訪，陸大狀同伯伯近距離詳細傾談，做專業法律諮詢，前後耗時接近2個鐘頭。呢2個鐘頭入面，陸大狀極之細心、耐心、引導，逐條問題向伯伯核實，慢慢梳理當日簽約嘅細節，雙方嘅口頭約定，陳太當時嘅承諾，全程溫柔體貼，極之顧及老人家嘅身體同情緒，完全冇半點大律師嘅架子，一心一意只為幫助呢位無助嘅長者。經過2個鐘頭嘅詳細盤問、情緒安撫同專業評估之後，陸偉雄大律師得出一個極為關鍵、對案件逆轉至關重要嘅結論。陸大狀明確表示，現時91歲嘅吳伯伯精神狀態非常理想，思維清晰穩定。面對提問嘅時候，伯伯回答有條不紊，邏輯清晰，記憶準確，能夠完整還原事件經過，完全具備精神能力同法律能力落口供，上法庭作供，提出民事訴訟。呢個結論直接打破咗外界所有質疑，亦都粉碎咗對方可能借口長者年老神志不清、口供無效嘅陰謀，為吳伯伯討回物業鋪平咗最重要嘅一步。與此同時，陸偉雄大律師亦都即刻為案件制定明確嘅追討方案。佢建議吳伯伯本人或者伯伯嘅法定監護人必須把握黃金時間，盡快正式入稟法庭，正式控告陳太違背諾言，違反雙方當初嘅實質約定。雖然書面合約冇寫明養老條款，但陸大狀強調，法庭審理類似個案，從來唔只睇單一書面合約，仲會綜合所有環境證據、行為證據、雙方溝通細節、事件前因後果去推論，還原雙方簽約當時嘅真實協議同真實意圖。簡單嚟講，當時送樓換養老嘅核心約定有大量行為細節、客觀事實可以佐證，絕對唔係吳伯伯憑空捏造。只要法庭接納呢啲環境證據，就可以認定雙方存在隱性約定，從而判定陳太違約，協助吳伯伯奪回呢個價值200萬屬於自己嘅唯一養老物業。
一路以來飽受壓力、瀕臨崩潰嘅吳伯伯親友，今次見到陸大狀親身到醫院跟進，專業拆解案情，制定清晰可行嘅維權方案，終於睇到咗希望。伯伯嘅二生、孫同幹、女兒喺醫院現場當場忍不住落淚，佢哋坦言過去3個月簡直係地獄般嘅日子，眼見長輩被人欺騙，畢生積蓄被人巧取豪奪，面對陳太毫無羞恥、冷漠無情嘅嘴臉，一家人無力反抗，日日痛心，極度崩潰，甚至一度覺得公道無處可尋。但自從東張西望團隊介入，再加上陸偉雄大律師仗義出手，義務幫忙，佢哋終於重燃信心，真切感受到社會仲有溫情，仲有正義。佢哋動容感嘆：多謝東張西望，多謝陸大狀，係你哋嘅無私付出、不求回報嘅幫忙，先等我哋知道呢個世界從來唔缺少公理同正義。呢段真實嘅感言，睇到無數網民心酸又感動。呢個社會從來都唔缺高高在上、收費昂貴嘅專業人士，但最稀缺、最珍貴嘅，永遠係陸偉雄大律師呢種願意俯身走入基層，體恤弱勢疾苦，免費為平民百姓仗義執言嘅良心人士。今次呢單坪洲伯伯送飯氹層樓事件曝光之後，陸偉雄大律師再度爆紅，被全港網民熱烈追捧。大家一致將呢位多年默默行善、仗義維權嘅大狀封為東張包青天，仲稱讚佢係正義男神。可能好多年輕觀眾唔知呢個稱號從來唔係一夕之間炒作得來，而是陸偉雄大律師日積月累，用無數個義務個案無私付出換返來嘅口碑同認可。身為資深大律師，陸偉雄喺本港法律界、傳媒界絕對係無人不曉、備受尊重。多年來，佢一直擔任 TVB 東張西望常任法律顧問，長期駐節幫市民拆解各類法律陷阱、糾紛案件。市面上好多法律從業員只會服務有錢人、大機構，收高昂律師費為利益辯護。但係陸偉雄大律師一直堅持自己嘅初心，將大部分時間同精力投放喺幫助弱勢社群、基層街坊之上。無論係長者被騙、租客被剝削、小市民被無良商家欺壓，普通人遇到法律冤屈，只要求助無門，需要法律支援，陸大狀都會義務出手，免費拆解案情，提供專業意見、指導維權方法，從來唔計較時間，唔計較金錢回報。佢見過太多基層市民因為唔識法律、不懂維權，被人鑽盡法律空子，飽受委屈，損失慘重，求助無門。所以佢多年來默默堅持，用自己嘅專業知識為弱勢群體撐起一把保護傘，為平民百姓守住公道。喺今次嘅事件入面，我哋可以睇到最真實嘅人性對照。91歲吳伯伯，一世善良，待人真誠，晚年只想要一份簡單嘅陪伴，卻因為過分信任他人，被人利用善心，精心設局，差點落得人財兩空、無家可歸嘅下場，令人無比唏噓。而反觀涉事嘅陳太，一開始偽裝溫柔善良、細心照料，用日日送飯嘅溫情套路，博取老人家嘅信任。等到成功奪走200萬物業之後，即刻翻臉無情，棄長者於不顧。呢種用完即棄、忘恩負義、利用善心謀取私利嘅行為，徹底踩碎咗社會道德底線，亦都令無數網民氣憤難平。但最終令成件事迎來逆轉，充滿溫暖嘅就係陸偉雄大律師嘅仗義出手。佢唔需要媒體炒作，唔需要流量包裝，唔追求名氣利益，只係見不得老人家無辜受騙、弱勢無助，就義無反顧免費接手案件，親自落場、親自探訪、專業拆解、制定方案，一步一步為91歲伯伯追回公道，守住畢生積蓄同晚年安身之所。呢種不偏不倚、只講公理、心懷大愛嘅格局，完全配得上東張包青天呢個含金量十足嘅稱號。呢個稱號係全港市民真心實意嘅讚美，係對善良正義最有力嘅肯定。其實香港社會從來都唔缺少法律條文、司法制度，最缺少嘅係有人願意真心聆聽弱勢嘅聲音，願意主動為無助者發聲，願意不求回報為平民討回公道。好多時候，普通市民遇到不公、遇到騙局、遇到法律陷阱，唔係冇道理，唔係冇冤屈，只係冇專業知識、冇渠道、冇能力同對方抗衡，最終只能食死貓，默默受委屈。
而陸偉雄大律師同東張西望團隊多年來嘅堅持，正正就係填補呢個空缺，成為基層市民最後嘅依靠，幫無助者發聲，幫受騙者維權，讓所有不公之事都可以被看見、被正視、被糾正。目前呢單91歲吳伯伯物業糾紛案件，已經喺陸大狀嘅專業指導之下步入正軌，正式進入維權程序。我哋都持續跟進後續進展，相信喺陸偉雄大律師嘅專業協助之下，公道一定不會缺席，吳伯伯一定可以成功奪回屬於自己價值200萬嘅養老物業，晚年可以安穩無憂。最後亦都想透過今次事件提醒所有街坊，尤其係獨居長者同長者家人，晚年善良、待人忠厚，絕對冇錯。但千祈唔好過分輕信他人嘅甜言蜜語，更加唔好隨意將樓宇物業呢啲不生重要資產輕易轉讓俾他人。任何物業轉讓、財產贈與、重大合約簽署，千祈一定要諮詢專業法律人士，一定要落實書面條款，將所有口頭承諾寫入合約，明確雙方權利義務。千祈唔好一時心軟，一時信人，就賠上自己一世積蓄，斷埋自己晚年後路。同時，我哋亦都再次向陸偉雄大律師致敬，多謝呢位始終心懷正義、不忘初心、默默守護基層嘅法律人前輩，用專業同善良令我哋相信人間有正義，世間有公道，善良從來唔會被辜負。今日嘅分享就到呢度，如果大家都覺得陸大狀夠晒正義，即刻點個讚、留言支持，一齊為公道打氣。想繼續跟進呢單案件最新發展，記得關注、留言、分享。我哋下條片